诚心来是阮属护，求主用你诚心来是阮属护，求主用你诚心来是阮属护。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时刻不变心情好爱。让我真心感受你会接受的主爱，时刻体验心情好爱。第三节，求主用你诚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诚心来带我出去。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我心爱宣扬你爱。让我真心感受你会出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咱三角压头的祈祷，感谢主，求圣神你来充满阮的心，和阮火力来释放，来敬拜你。主啊，阮真正是感受到你的疼。主啊，你爱阮每一个人，阮心内充满了感动。求你这次来圣殿中间，做阮的王，做阮的主。阮每一个人嘛，阮有阮的难处。阮若是有身体无爽快的地方，也是心内有艰苦的代志，阮拢会使来交托给你，求你来看顾，求你来照顾，求你来成全，求你来合医治。安尼祈祷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即马，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所以我要一世人称赞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的心神会满足，亲像享受丰盛的宴谢，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颂赞你。即马，请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坐。即马，请咱额头来祈祷。
万军的耶和华，我要用感谢的心来学罗你。你是天地万民的主宰，因带我用心灵甲心识来敬拜。记住圣经的教示，领受对你来疼痛甲稳定，互生活搁较有快乐甲智慧。全能的天父，阮知万项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益处。求你引带我，毋通因为困难来失志，嘛毋通因为目前的代志来烦恼。无论是身躯的病痛，也是生活无顺时、心灵软弱的，拢会讲来到你的面前，用谦卑的心去经历上帝伫咱身躯中所做的改变，甲满满的稳定。主啊，虽然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咱国家相对稳定，也毋过全世界的疫情也是一波一波未收煞。这个月是学生陆续开学的日子，求主保守你学校的学生有脚无学习的心，会当健康平安。加上这站学生嘛要来做预防射，求主来保守这预防射，会当伫这寡青少年的身躯中得到保护咱，嘛互国甲国会当共同合作，对抗病毒，互生活早一日恢复正常。伫疫情的中间，教会嘛有计划事工要来推动，恳求天父赐予牧师有属天的气力，嘛互长职同工会当互相体谅，彼此接纳，照上帝的旨意做上帝的工，用合一喜乐的心来完成这寡任务。透过阮所做的工，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摆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接纳。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即马请咱三角来交谈。启应文第28篇，也是诗篇11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煞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都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时，请咱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17首，何等奇妙疼痛，请大家坐立来吟全首。
即时，请咱大家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19节。因为安尼，我跪咧天父面前，对伊天顶地上拢总的创造领受名号。我对伊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快乐，互恁内在的活命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心内，互你的疼，互伊的疼做地基得到落实，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远尔长、宽、悬、深，佮经验迄位超过人的智慧所会当了解的疼，互上帝的完善，互咱完全充满。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伊话的人。即时，请咱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主听长宽悬深”，请黄牧师。在座兄弟姊妹以及咱伫网络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甲咱三同做伙，上帝听嘛甲咱三同做伙。虽然咱无法度来到教会，因为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关系，所以咱可能伫无共款的所在，线伫遐做个礼拜。上帝听临到咱每一个人，上帝也祝福咱每一个人。咱三甲来祈祷。主，阮依然对你的听充满感恩。主啊，你的听无因为空间、时间来计长。主，你对阮的听，拢是稳定、久长、坚固。上帝啊，所以世界有真大的变化，但是袂当计长上帝你对阮的听。阮只是来到你的面前，伫你的听内面，阮勇敢，阮也理所当然，阮来献上阮的敬拜。上帝啊，你甲阮三甲同在，主也透过这个信息，今仔日的讲道，你家己的话，主啊，你来鼓励阮，互阮会当来明白你的听，经历你的听，是何等长阔关深，超过阮的理智所会当理解。主啊，互你的好充满伫阮的内面。上帝啊，这个时阵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有通听的一个耳孔来听。有一个启示的心有悟性，听会当明白，也互阮有听的快乐，会当来行出上帝你的旨意。感谢上帝，你听阮对古早以前听阮到伫现今，你的听拢无停止。主啊，你听阮的祈祷，阮伫感恩的中间来献上阮的敬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咱要讲的主题，主的听长阔悬深。我相信这个主题咱非常的熟，咱也常常会当知影这个名词，主的听长阔悬深。但是关于听，毋知咱要怎样来做一个定义？可能若受到听的时阵，咱会对世界标准，咱所去定义的方式，也是讲平常时发生伫咱身边的这个事来做一个定义，可能。咱会将这疼，咱想当作一种的情感，一种的感觉。对着真侪少年人来讲，伊感觉这个疼都毋免去学习真自然就会产生的这种的心理的反应。比如讲，我看到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一见钟情我讲话真投机，我们就很来电阮彼此就爱情来了，安尼。假真自然就发生这种的疼，产生某这种的疼。其实这种的疼咱也知影非常无坚定真紧改变很有感觉就有疼我们没有感觉了，爱就消失，疼就消失。但是咱若是做老爸老母的人，咱就知影对囝的疼是安尼持守真久发出真大代价，付出真大代价。所以兄弟姊妹，咱对疼。咱的体会会因为咱人生的观念、经验有一寡改变，有一寡体会。
但兄弟姊妹，咱对上帝的疼，迄种的疼，敢有够真正的明白甲了解？英国真有名的诗人甲戏剧的作家，这个莎士比亚，伊就讲到这个疼定义。我直接用华语来读啦吼。伊讲：爱若是朝三暮四，爱若是轻易弯折，爱就不能称为爱。不，爱是永存的标记，即使海洋翻腾，爱也纹风不动。这条就是讲到真正的疼吼，有一种的固定性，还有一种的稳定性，袂为外在这个环境，也是咱的心态变化，也去影响到疼的固定甲稳定。其实伫圣经内面，咱非常明白疼，常常讲到疼。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疼的真谛，啥物叫做疼？这个内面就讲到疼有这种的永久性甲稳定性，而且呢，这个疼有包含这个长发关心几方面比如讲，疼有一个长度，疼是够宽容、仁爱，永远存在。你就知道这个长度是永远存在，那是真实的疼。疼有伊的跨度，比如讲，伊讲到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耐心，包容一切的事，这是伊的跨度。疼有伊的宽度，伊讲无爱不义，只有爱真理，这是疼一个真悬的一个标准。而且疼是希望别人会当得到上界大的幸福甲利益，这是宽度。然后疼有伊的深度，付出代价，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求家己的利益，意思就是讲，我备办好势，为了这个疼，付出代价，这是个深度。长阔高深这是咱对某一个方面来理解，跟你们做前书疼这个定义。所以伫这中间，咱实际生活，咱会拄着人的反背，咱会看到某一个人骄傲夸口，咱会看一个人心存歹意，甚至有一个恶毒，甲咱对敌。但是，这敢会影响你对这个人的疼？我想这是真大一个挑战。当主耶稣基督讲，为着遐困着你的人来祈祷，为着你的对敌来祈祷的时阵祝福。哇！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敢做会出来？敢愿意？安尼，这中间的考验，你的疼是不是有够这个稳定性，有够迄个深度、长阔高深？疼是测验基督徒生活言行的主要标准。所以，你要遵守律法，律法的总根头就是疼上帝，疼厝边亲像家己。问题就是讲，咱伫实际上的生活，咱对上帝的疼，对人的疼，敢有这种的固定性、稳定性，会当来承担苦难的试炼、生活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环境的变迁，敢有法度？所以你若问我讲，牧师你的疼有够无？我会真诚实回答。虽然我真愿意去疼，但是我也知影有时疼并无遐尼容易简单。所以疼人、疼上帝，拢需要经过这个实际的状况来考验较知。只有考验过的疼，你才知影你有疼无。有考验过了，你才会当体会疼的真实。很久忍耐咱说完老弟我常常咧讲的，伫政府的时候讲，爱是永远的忍耐。这种你就知影讲，忍耐，有法度一直忍耐落去，还是放弃？我真爱今仔日咱的圣经运用，常常运用伫我的分享甲祈祷中间。这是保罗替有所教会的祈祷。有所教会当然拢是基督徒啊。伫圣经内面，有所教的嘛是袂歹的教会啊。你看有所书的时阵，咧写拢是真侪勉励话，较少一个责备。但是保罗又愿爱
替有所教会来祈祷，讲恳求上帝照伊丰盛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开力，互恁内面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的心内，互恁定睛下地基伫听，安尼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尼长阔关心，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这是一个祈祷，为着有所教会的信徒祈祷。一个基督徒，伊敢需要明白上帝的听，伊敢佫需要经验上帝的听，真正需要。咱做基督徒了后，无一定真正明白上帝的听，无一定真正有听的开力，这嘛要真诚实来承认。你搁问牧师的时阵，牧师嘛承认讲我无够迄个听，所以咱拢需要这个听，而且常常为着这个听来祈祷。这个祈祷分做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咱对上帝听的明白甲经历，这是咱上帝对咱听的一个所做。第二部分就是咱本身的听要安怎下地基，然后要安怎定睛伫听，互咱的听安尼有这个固定性甲稳定性。所以这是保罗的祈祷，讲甲正信徒会当来明白基督的听。姊妹，你敢有明白？你讲牧师，我当然明白啊！我个用暗念约翰福音3章16节，对毋对？我细汉就拢会晓背啊。若念的时阵，拢一口一句啊，就讲煞。上帝连伊独生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无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牧师，我真熟啊，囡仔就会晓念啊。这是无毋对。咱会晓暗念圣经，知影上帝疼咱，为着咱顶十字架。但是咱可能即句话一直伫咱的理智方面，无入到咱的心。咱亲像咱知影有一个人，你若讲去某人的时候，这个人我就知影。我甲伊斗阵足久，这个同学我甲伊足久，讲伫我足熟这个名。但是你若问讲，伊实际上的生活怎样，伊这情形怎样，我就毋知咧。知影这个人，无表示讲你真正会当掌握这个人所有一切的物件。你知影这个人，但是你无一定有甲伊有密切的来往的经验。所以伫你伫中间，你捌伊，知影伊，但是你无一定了解伊。所以伫你伫的中间，咱知影耶稣听咱，但是咱无一定真正明白、理解、经验上帝听。保罗的祈祷对3方面来明白基督的听。第一个方面就是我靠圣神的启示甲开力，这是咱过去所明白。启示就是互咱会当明白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开力那是讲，亲像一个祈祷讲，恳求上帝的圣神将上帝的听充满伫你的内面。圣神既然伫咱的内面，会将上帝的听充满伫咱中间，互咱经验伊享受这个听。这是圣神所会当做。第二部分，第二个阶段，就是甲正信徒会当相同明白。这个明白什么意思呢？这个明白就是讲，咱会当把握一种的概念，把握某一种的理念，咱会当真坚定掌握这件事。你若要明白一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基本上要了解这个概念。我读大学社会学，这个社会系呢，这要读的时候，过去拢无这个念头。那个这服务社会袂歹，结果一个读拢无啥共款。所以呢，第一年的时阵，我都要读迄个社会学的概论。这个概论拍开拢英语的安尼。
足侪物件咧读的时候，想啊，这个定义是啥？这个名词的定义是啥？安尼，常常把它调这个定义啊。你若无明白这个定义，无明白这个原则的时阵，你就无法度深入啊。所以你还要知影这个名词、专用名词。所以同款，你若要读每一个学科的时阵，你要知影基本的定义甲原则，啊，你话度较深入去了解。无你读美术啦、学音乐啦、医学啦、理工啦吼，每一科你拢知影这基本的概念，你才有法度深入落去啊。所以同款，咱会当到正信度来明白。问题是讲，你有这个掌握，还是讲你有去把握着上帝听的这种基本概念啊无？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这你若要去掌握这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用时间。你若要明白上帝听，你就要用时间去读圣经。你就要去默想，去思考上帝听。有一首诗歌，这华语的。当我思量奇妙实价，荣耀的主在上悬挂。我都毋知影为什么有一个时间，当你来到这个所在，看到十字架伫遐的时阵，你敢会坐伫遐，坐伫十字架下骹来思考十字架的意义？我就捌安尼做，就咱静静坐伫遮，注目伫这十字架来思考、默想十字架。我也常常记得讲，上帝啊，当我伫十字架的时候，将这个十字架真正亲像一幅图启示伫我的内面，互我明白，这毋单是一个标志字语，互我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亲像看到主耶稣基督定伫迄个所在共款。过去有一部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我就毋知咧看的时阵，看到主耶稣基督受定受鞭拍迄个图的迄个影像时，咱心内就足深的感动。为什么你会感动？其他人看的时候可能安尼拍甲安尼流血流地安尼遐可怜，可能是安尼。但是伫你的心内，你有一种真深的感动，讲这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安尼受苦，遐尼到这个程度，顶日是不是遐尼艰苦，伫遐祈祷，咱的心就受感动。为什么安尼？透过圣经的启示，互咱会当明白。真正听爱去用理智去思考。毋若一种情绪、本性、感情安尼一种的自然发展而已，无包含有理性方面。兄弟姊妹，当别人疼你，你有领受着这个疼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人伊愿意付出代价来服务你，来疼你。像一个做囝儿的人，你要去思考我的老爸老母为什么愿意付出这个遐大的代价。遐辛苦，因为就是一个家照顾我，来思考这样代志。这个思考都是有这个理性的成分。同款，如果你若要去疼一个人，这个疼付出代价，你来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人值得我疼？为什么我要付出代价？我到底要付出偌济代价？这个代价敢会堪得，值得吗？所以你要去思考，付出这个疼。所以，当你思考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为什么我要疼伊，为什么别人疼我，安尼，你就要当去感恩、感谢。所以这就是明白。第三阶段就是甲正圣道会当来经验。华语的圣经里面讲，并且知道、知影也疼。所以伫这所在知。真实的意义台语版的圣经翻译会较好。伊直接翻译讲，互咱会当经验基督的疼。这个代志是咱经验过了后，咱才会真正会当得到真实的知识。所以你若要去体验哥林多13章的时候，爱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得实际去听，你较知影讲内头所写非常无简单。每一句拢无简单。每一句拢要付出真大代价，为什么？因为你经验到，你实际有去做过了后，
你才知影讲，即个疼有偌深的一个深度伫遐。咱大多数的人拢停留伫第一个阶段，我都知影啊，我就知影上帝疼我啊，但是感觉讲，甲你离开足远的感觉，伫你的心外的代志。但是到第二阶段时，你来说，主耶稣基督疼我，当我看到十字架时，伫我内面真深的感动。毋是只有停留伫迄个理智会知，会进入到咱内心的情感的一个感动，影响到咱的内心。所以，当咱经历这个部分时，咱的生活言行，拢互主耶稣基督疼，把咱包围、占掉咧，而且伫咱内面产生一种的催逼的溃烂，互咱去疼。所以，毋知你有这个经验无？你若读圣经的时阵，哇，你著看一段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安慰咱，你就真受感动。你祈祷到主耶稣基督亲近的时阵，你就感受主耶稣基督甲你做伙你真深的感动，体验伊甲你真亲密。有时你唱歌，听着音乐，看着某一个艺术的表达，你会真容易受感动。就像咱基督徒看到受难记的时阵，你就感觉这部电影足感动我安尼，哪看哪流目屎，有无？因为伫你内面，圣神将基督的疼充满伫你的心。我讲过，伫我大学的时阵去参加一个教会，迄个所在，迄个时阵常常体会上帝的疼。我若伫咧领受圣餐，咱领受唱歌的时阵，迄逐条歌都足感动的，毋知影。唱着了后，内底迄种疼足深就唱歌流目屎。有一首的诗歌，这是一个哲学的教授，叫做Daniel Steele 伊所写。你就知影哲学教授足够思考的，足理性的安尼但是有一天，当伊受圣神充满，圣神的将上帝疼充满伫伊心内面，伊在内面就讲哇，这个疼像一把火火焰共款，足热诚安尼出来。伊写一首的诗，后来编做歌。我迄阵听唱，哪唱就哪哭。伊讲烧爱，在我的心怀日夜厉害的烧。好嘞，这就火焰。而且当主的疼伫我内面的时阵，直到所有其他的疼，拢烧甲无地通找。直到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所以只有疼，上帝疼伫咱内面亲像火焰起来的时阵，所有其他世界事拢无通比拼。主耶稣基督是我上疼的主，上疼我的主，无一项物件，无一个人会当甲主耶稣基督来比拼。主啊，当我伫你的面前，你的笑容是我上界大的满足。主啊，我疼你，因为你疼我。这首诗歌，哪唱时就愈感动，愈感动。安尼，迄个时阵真少年，就知影讲不再爱世界，只要有耶稣就够了。为什么会安尼？因为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疼，这个疼是超越世上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主耶稣基督独独是我的满足。安尼，你若经验到这个疼时，你就知影讲，这个疼世界拢无爱迄个感觉。你才会当知影讲，为什么有人疼世界，无疼上帝？你若经验主耶稣基督疼时，你就知影，我疼上帝，无疼世界。安尼，无人通比拼，世界无通比拼。这就是保罗基督靠着圣神的启示，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疼。这个人不管伊是啥物种背景，伊是真卑微，伊无啥物知识，但是保罗讲，每一个正信徒拢会当来明白体会基督的疼，因为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疼来喜乐。保罗描写这个疼是用长阔关心，超过人的知识会当理解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个疼足深奥。这个疼非常的广阔、真深，所以咱的喙齿、咱的言辞拢无法度表达。
有一小时我嘛讲到，喙齿甲这个笔这个元素拢无法度表达，但是只有经验过、担着你的听人知影。啥物代志莫讲，但是着去体会着，你就知，安尼啦。有够好食，你食看觅你就知。上帝听嘛是安尼，无法度去形容，但是你担过人，你就知影上帝听的滋味。这也是保罗的祈祷讲，互咱有一天透过圣神将听充满伫咱的内面，咱来像伫迄个听的大海内面。不来形容有即个田呢，伫个湖，真大湖伫遐飞咧飞咧，这有当时担一下，就飞起来，田呢担一下起来。伊就讲咱对上帝听者担着时，咱就安尼真满足。但是这是非常大的湖啊，所以伫这个大的湖中间，你毋免烦恼讲将这个听安尼食了了、啉了了，你也免烦恼讲有够通我食无安尼。有时你来感觉上帝听，真真旷阔海洋，拢袂达。而且这个海洋，无论咱理解偌济物件，还佫有真济咱无度理解的所在，所以超过咱的理智所会当理解。主的听，长阔关深。过去我感觉这长阔关深，着咧形容主的听是这个无限量。既然无度理解，就莫去理解。最近我读一篇，有一个庄马田牧师，伊就用主耶稣基督，伊本身来描写这个长阔关深的听。既然这是基督的听，长阔关深，咱就要对主耶稣基督去理解，什么是伊的听长阔关深。第一个部分，主的听，伊的长度。咱每一个人拢用咱家己有限的空间、时间的观念，用咱家己本身一生的经验来讲到上帝的听，对不对？会当理解就是安尼，因为我有经验到这个部分。所以咱对圣经内面讲到基督听，这个理解就较有限，因为咱本身有限。但是你若对圣经来理解的时阵，你就知影上帝的听有真长的长度，这偌长呢？圣经讲到，对古早的世界到人类还未受造以前，上帝已经知影人的堕落，而且伫创世以前，上帝就事先为人备办救恩。所以主的听长度对当时开始，创世以前就开始做起点。以弗所书第1章讲到，基督的听。起源伫永远，而且延续到永远，从永远的以前到永远的未来，所以这是主的听的长度。所以以弗所书第4就讲，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通过基督拣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成做圣洁无缺点的人。因为上帝听咱，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做伊的囝儿，归着伊。这是伊所欢喜的，也是伊的旨意。因为姊妹，咱伫创世以前，上帝知影咱有定咱的得救，所以上帝对咱的听，毋是咱即生开始咱所受的。伫古早创世以前，上帝就听咱。咱来对这个部分来理解上帝听的长度。但是咱实际上生活中间，常常安尼抓做上帝，会带咱放杀，会带咱放弃，会带离开咱。所以咱若拄着困难试炼临到的时阵，面对这个逆境，也是讲绝望的时阵，咱常常会问上帝：你的听伫倒位？问这个问题，咱想讲，咱已经怀疑，咱阁无相信。听上帝听，过去听即摆已经断绝迄个感觉，无搁听。真实的答案是，上帝听，一直伫你的身边，伫你的内面。只不过有时阵，咱的目睭、咱的经验，看见这个困难，无看见上帝听，无多体会上帝听，这个永久性、坚固性、固定性，上帝
疼是有长度的。所以耶利米书31章咱来常常咧看。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疼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看你，疼永远的疼。罗马书第8章嘛讲到，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还是将来，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于咱的疼。这个所在讲袂切断。上帝疼同款是一条袂切断的时间的长线。上帝疼是永远的疼，无论发生什么代志，这疼永远存在无改变。这疼是久长，永远无穷尽。咱若咧读迄个路加福音，老主的比喻的时阵，你会当体会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对囝，老主的囝，无论是偌放荡、偌失败，但是老爸的疼一直伫遐咧听候，有无？无放弃的疼，所以上帝对咱的疼是无放弃的疼。这是讲到疼的一个长度。第二，讲到疼的跨度。哥罗西书第3章讲到，安尼伫即个事无搁分别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受割礼还是无受割礼，未开化野蛮、奴隶还是自由的人。毋过基督是一切，也踮伫一切内面。伫遮就是讲即个跨度，就谈到所读的哥林多10章就讲。一切有仰望，对一切相信，然后伫遮讲到，上帝的疼是临到一切的所有的人，无有分别。咱若想咱家己生活的世界，用各种的理由将人分开，对毋对？即分平、分党派、分你我、分内我，咱的人、你的人，安尼。即个分别呢，有靠各种的理由。有时我感觉伫厝内底，咱嘛小可会感觉安尼吼。一个囡仔交读册，真敖读册，老爸老母对安尼作学咯。出去外口说，阮囝读对安尼吼。若一个较免读册，讲袂讲，无啥爱讲。囡仔会感觉讲上帝老爸老母的听，敢若有分别吼。因为啥物做分别？学霸袂晓读册。后来我看到。无共款的发展，搞读册人无一定有成就啦，安尼。较袂晓读册，但是做个做代志做到做这做迄，做勤劳，后来成就比较读册较厉害，安尼。阮兜就是安尼。阮咧小弟无啥会晓读册，读迄个高中夜间部的，我即摆逐顿拢伊咧请，然后等下兄弟做，然后兄弟做餐拢咧出钱。姊妹，每一个后来发展，拢有上帝予伊一种的才能，无共款的因素，做无共款的发展。到读册是一种的因素之一，但是毋是唯一的好的因素。但是伫咱的教会内面，会当讲起一项，咱的教会内面包含各种的背景的人，无共款的社会阶层的人。若伫全世界扩大去看的时阵，全世界教会内面有白人、各种肤色的人嘛，皮肤较乌的人，黄黄黑绿，各种肤色的人，拢相同敬拜上帝，对同一个上帝发出因的感恩的声。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疼无分别，真广阔、遍及临到所有的人。启示录讲，有一天。互上帝救赎的人会对逐族、逐语言、逐国、逐百姓伫天里作为敬拜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疼捌临到伫遮所有的人，这是疼的广阔。第三，疼的关度，这是表现上帝对咱上界大的旨意。咱做老爸老母的人，你会知影咱生一个囡仔。就生出来无法度，就来饲好大汉就好。咱若姊妹敢饲好大汉就好，我相信伫咱现在咱有能力，咱袂安尼。
咱养饲伊大汉，咱互伊来栽培，咱付出真大诶代价，咱着欠这欠用，安尼咱欠这钱，互伊当去考才艺班，互伊当发挥伊诶特色，互伊去读到上海好诶大学，安尼。咱姊妹，倒是咱期待伊有真好诶未来，会当发展伊即个人诶特性，会当享受咱予伊诶特别诶权利。福气享受，这就是啥？这就是关度。同款，上帝对咱的疼，伊拯救咱，毋是讲咱你倒安尼拯救就好，即我百姓有一天去天堂快乐快乐安尼尔，就免落地狱，就去到天堂安尼。咱姊妹，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爱咱会当分享伊的荣耀，有分伫的荣耀。正如保罗讲过，我安尼要来得到上帝伫天里为着我备办的荣耀的冠冕，荣耀冠冕，互咱有一个尊贵、有分伫的荣耀，毋是安尼干那得救安尼就好。这就讲到疼的关度，所以疼咱有一个更较悬的期待甲目标。第四项，疼的深度。有时咱感觉讲，哦，这人用感情真深呢吼，你要去定义，用笑来量看卖啊，偌深安尼吼。这是一个形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个人为着伊所疼的人，付出真大的代价，代价就迄个程度，安尼。代价愈大，深度愈深。所以主耶稣基督。伊的疼是足有深度，因为伊为着咱付出真大的代价啊。腓立比书第2章讲到，伊原本有上帝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世，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这是讲伊的代价。上界大的代价，罪人死伫十字架顶。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甘愿对查西鲁玛利亚来出世伫贫寒的家庭，最后死伫十字架顶。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伊疼咱，所以伊自愿付出这么重的代价。伊的疼是非常有深度的。所以咱若对疼这个长看关心来说，你就知影讲，咱的疼实在是非常的浅啊！咱的疼是足无够额啊！咱的疼是搁悬、搁低啊、搁浅吼、搁矮，因为咱太有限。长看关心，这讲我都描写你，描写咱疼的一个性质呢。世上有真侪有疼心的人，伊嘛关怀这个世界，嘛做真侪这个善事，有疼心的事。有时咱人问讲，安尼伊的疼甲咱的疼有啥物差别？所以咱若是对基督这种的疼，固定性甲稳定性，长寡关心来看时，你就知影这差别就是安尼。有时咱来感觉，咱可能咱的疼无甲因的疼，嘛无够因的疼遐深啦吼。这么就来问讲，啊，你敢有真正你的疼？是定根下地基伫基督的疼，啊，你的疼会当亲像基督的疼遐尼完全。所以主要说圣经内面讲，咱都要完全亲像上帝遐尼完全。意思就是讲，你的疼嘛都要亲像主要说基督的疼遐尼长阔关心啦。要达到迄个完全的目的，但是愈来愈成主要说基督，嘛爱有主要说基督迄种的疼，迄种的固定性甲稳定性啊。学习成长啊吼，所以保罗继续祈祷讲，互恁的疼，伫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定根下地基。你若要定根下地基，你就要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疼，你就要经验主耶稣基督的疼，这是咱的，互主耶稣基督的疼，成做咱的成长的一个土壤。帮助咱，互咱的疼会当的成长。所以这个所在有讲到两项，
你的疼都要伫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定根。所以，定根伫主耶稣基督疼，这是保罗所描写两种的图画。第一个疼，都要亲像一丛大树，定根伫地下。这丛树因若要成长成做一个真悬的树，都要有迄个树根的基础，对不对？定根会深，都要定根都要发展会快，安尼又要对这个地面来吸收这个营养分。所以这个树嘛表示一项，这个疼应该有伊的生命力，有伊的活力，然后会当结实济济。伊定根真深，会当经过这大风大雨的时阵，佫会当真稳定徛住，无摇动。定根表示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疼吸收这个营养分啦，安尼，这疼甲真正会当产生伊的活力甲生命力。第二，咱的疼爱下地基，安尼，这个图画就是讲描写，这个疼就要亲像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若稳定，就较袂摇。昨我倒来的时阵，差不多3点啊，才讲。倒来的时阵，毋知是头壳晕还是啥，那个摇咧安尼。到伫报名的时候摇啊足厉害吼，但是感觉有咧摇，但是有时我醒佫困去啦。昨仔听讲是安尼地动真厉害吼，安尼。咱这介厉害，可能地动迄个源头迄个所在会佫愈厉害。我也袂看新闻，你也毋知。所以这个所在，亲像保罗捌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讲，一个聪明的建筑师吼，伊要起造一个厝的时阵，伊就一定去看这个基础，伊所想的一定是这个基础。这个厝若要真久长坚固，伊的条件就是基础爱稳啦。而且这个建筑物愈大，这个基础愈重要，会当承受安尼，这个对各方面来的大风，会当安尼承受这个对地面来的地动，会当对承受这个建筑物对地面来的重量甲压力。咱姊妹，听若到下地基，你得当承受对四面八方来的这重量甲压力。什么意思？你听，我都承受外在一切环境这事啊无？不要爱了，算了，放弃，我不管了。常常拢安尼嘛，小我若有我代志，算了，不做了，算了，我放弃。咱就常常放弃，表示咱无法度承受外在真大这压力甲重量，咱就听无基础。这个美国纽约曼哈顿，你也看到高楼大厦、摩天大楼。为什么呢？因为曼哈顿这个岛下面就是岩石，基础拍了真在。姊妹，咱若是要测验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有够成熟也无，都要看你的疼有够热，伫主的疼内面，安尼下地基础好无？有迄个定根有深，互你会当不断成长，会当结实也无。第三，咱要怎样下地基、定根伫主的疼？你都有一大一个心魔祈祷。这个祈祷就亲像保罗所祈祷，恳求圣神的启示，恳求圣神将上帝的疼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心内快乐，刚强起来。兄弟姊妹，刚强起来是因为咱内面有一个真大的疼，才做咱的快乐。爱是一股力量，有时咱会失望，有时咱会退后，咱会软弱，但是知影有人在疼咱，有疼真做咱的倚靠，有这个疼转过关心，袂当咱放弃，一直咱的身躯边，这当真做咱的快乐。第二，咱来追求主家己，
保罗讲，互我会当明白耶稣基督。哇，这保罗真够写这个圣经啊，对不对？伊所写的批呢，拢真侪咱今日所读的新约圣经。但是伊讲，我所有的目的，就是要追求明白主耶稣基督。有真侪时阵，咱个人读圣经是为着要咱会当分享知识。像我若咧读神学的时阵，有可能我去研究一种神学的观念，真做一个学者，迄毋知偌好咧。但是神学中间真侪时阵拢离开上侪作风的。我伫大学的时阵，常常安尼写真侪文章，写报告，我的分数拢足悬的。但是就爱去想，免啊去论辩即个神学的问题，想到尾啊写报告写好，成绩足悬的，但是无体会上帝的听。所以大学毕业了新人去毕业了，我都转来到主要的真理。这个物件，互我当专心来追求明白咱主要所基督。神学或者观念，迄拢是无同款的思考方式而已。但是最主要，你要倒转到上帝面前来追求甲上帝的关系，无其他代志当明白遮。不过，阮即马做牧师的时阵，同款啊，哇，教会代志安尼无用。嘛，有当时也会转离开上帝的面前免将事工做好势，免互咱兄弟姊妹得到照顾，免逐工拢想着免做啥物代志安尼无追求上帝的面，这我嘛爱先警醒无用服侍上帝，但是甲上帝的关系真疏远你若亲像咱共款，咱的心思意念可能逐早起时，你做妈妈的，你可能所有心思意念拢是家庭囡仔。你伫工作的时阵，一个开始的时阵，转来到厝上班，你就开始今仔去思考，我今仔要做啥物种工作，会当拼业绩起来袂？姊妹上界重要的事，上帝听充满伫咱内面，你知影，无其他代志会当代替咱甲上帝的关系，这个听。所以最主要的，咱来追求明白上帝。有时咱参加礼拜、团契生活，你嘛讲今仔我到底要听牧师到底讲啥货无？你听的时候感觉讲这讲掉对过了，讲好毋好安尼？姊妹，你感觉伫咧敬拜中间，还是参加这团契生活中间，拢相同，彼此鼓励来到上帝的面前，注目伫咱主耶稣基督。上帝啊，圣神啊，将主耶稣基督充满伫我的内面，互我更较明白上帝的旨意，互我较明白上帝听我的计划，互我会当更较经验上帝的听。这是咱追求主家己的一个目标。只有伫这个基础下面来培养咱对上帝听的时阵，咱对人、对上帝听，较有一个根基，这个听够力。有一个牧师叫做怀特菲德，这真有名伊讲一句话，伊讲用上帝无穷尽神圣的听，扩大点倒充满我的心，这是伊的祈祷。互我会当尽我所有的气力，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热诚听世间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咱的听，是因为基督的听激励咱。只有对这个听来的气力，成做咱的源头、动机甲目的，安尼才会当成做咱服侍人、服侍上帝久长性、稳定的气力。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上帝听，催逼咱，这是一个气力。听，互咱得到真大平安，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但是听，也是成做一个气力，互咱去听上帝、听人，持久和稳定。咱因为成做基督徒，咱来反省咱家己，咱是不是有这个听？保罗为着有所教会来祈祷，今日咱嘛真需要这个祈祷，所以咱要照这个祈祷。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讲：上帝啊，照你丰盛的荣耀，通过你的圣神所赐予我的气力，互我内在的人会当永驻，
讲句耶稣基督，因为我会听，我会信，踮伫我的内面，互我会当定睛下地记伫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尼长阔关心，佮经验即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理解的听，互上帝你的完善，甲阮完全充满。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这时，请咱三角来吟回应的诗，信诗178首，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即马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当心来祈祷，听当阮的爸，阮感谢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圣地，到网络中来做伙来敬拜，特别感谢你，搁一届透过圣经的启示，互阮搁较了解基督的听。要感谢你，授予我教育的智慧甲气力，我会当生活，会当学习，会当做工，会当服侍。
即摆阮奉献阮的金钱，表达阮的感恩，做教会圣间的内容，愿你接纳，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即马要来报告本会的消息。即礼拜5，10月初1暗时7点半要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会当出席。第二项，后礼拜主日了后，10月初3要来举行长执会，请长执会当拨时间来参加。第三项，近期圣礼点，11月初7，2长的礼拜中要来举行。请有要来受圣灵洗礼、更新礼，还是会籍的转入的，会当量早来甲干事报名。第4项，后礼拜主日了后下晡1点到1点40分，康轩居家长照中心要召咱本会1楼的来举行说明会。请厝内底有需要的，还是有意愿的同工兄弟会当来参加。第5项，圣德中会教育部20月16上午8点45分到12点，伫咱公教会要来举办教会领袖同工培训课程，咱会当来甲干事来报名。第6项吼，咱即马目前的疫情有较人，所以欢迎兄弟姊妹会使来参加咱实体的礼拜，阁有各团契的聚会。咱即马嘛有咱即马的奉献嘛会使用网络转账的方式，所以请兄弟会使尽量来利用。具体的消息。咱本会严惠府弟兄9月17安息主怀，感谢咱本会侪同工参与甲协助。第2项，陈允恩弟兄即礼拜610月初2要去英国来留学，愿上帝保守阁赐福。那请黄牧师来补充报告。进入到10月吼，所以咱第4季了后有真侪些时间要进行。特别咱10月要举行这个会员好会。这个会员好会，因为这个疫情，这个出席拢会较无亲像过去安尼遐济，所以新德中会有对总会这个所在发文啦吼，讲即种情形的下面，若要召开小会召开会员好会选举的时阵有啥物情况改变安尼吼，所以咱讲的就是讲，咱今年这个会员好会的这个形态可能嘛做一寡只调整啦吼。这阮会召开小会甲中执会来进行这个事吼。后礼拜特别的推荐就是这个康轩这个长照机构吼安尼要伫咱遮有一个这个说明会吼。这个对咱真实际的需要，可能咱本身家庭有这个需要照顾的年长的人，嘛有可能你希望会当安尼去较明白要安怎照顾，甚至你可能要从事即种的工作吼安尼伫遮说明会当帮助咱对这个更较有大明白。那今仔日咱这段时间呢，咱有几位众兄前几礼拜就是林泽。这是林金熙执事吼，后生去到屏东，个肖瑞恩肖瑞恩就是关西才来服侍。顶礼拜是柯怡新，这是因泽较配语的查某囝，去到英国 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来进修。今仔日咱特别要为着陈允恩来祈祷，伫华语礼拜为着伊来正人为着伊来祈祷。伊即马伫楼骹咧服侍，所以咱嘛是共款，咱的台语礼拜
中间特别为伊来祈祷。伊是去英国伦敦大学英国伦敦学院大学，这是世界排名伫足头前的学校啦所以感谢上帝，互伊安身体真好，这个学校去进修安尼所以为着来祈祷，上帝保守伊，咱三同来祈祷。上帝照着你的疼，照着你对人一生的安排，你引带云恩去到英国的所在进修。主啊，伊固定伫阮中间来成长，对个细汉，伊伫遮受培养，伊嘛参与伫这主日学真好这学师做老师。主啊，伊遮尔疼上帝，得到上帝你的疼。上帝啊，我相信这是你伫你身上所施了对伊的疼。主，我也相信伊得到上帝你的引带，要来扩大伊整个生命的境界。主啊，恳求伊行伫上帝你所有定的路程中间，有你三同行，这是上界可靠；有得到你的保守，这是上界平安。主啊，亲像过去约书亚因去到进入迦南地，这是一个应允的所在，但是因毋捌行过，所以你着鼓励伊刚强壮大，无惊吓，因为你有同在。安尼我嘛祈祷讲，上帝啊，求你甲云恩三甲二弟去到严酷的所在，当看是疫情危险的所在，但是上帝用你的圣手、你的牙爪保护，互伊伫遐得到平安。主啊，你也互伊伫遐适应新的生活，适应新的同学，适应新的学习的环境，互伊伫遐无惊吓，知影时时刻刻通倚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同在帮助。主虽然离开远远，但是上帝啊，你伫遐有你对伊上界好的照顾。主，所以阮真安然将伊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也为着伊厝内人来祈祷。主，因要放手，互云恩单独去到迄个所在，因离开老爸老母的身躯边。上帝啊，但是你是伊的爸，你亲自甲伊三同做伙，所以互阮也有一个真平安的心，知影上帝你亲自看顾。上帝啊，照着你真好的旨意，照着你伫云恩心中所定着人生的计划，引带伊，互伊伫遐的学习充满稳定，充满上帝的同在。上帝啊，伊怎样过去为着你，甲你三同行。上帝啊，恳求你也甲伊三同行，伊伫伊未来的年日的中间，特别伫英国迄个新的学习的环境，上帝伊通刚强壮大，日日知上帝你伫伊身躯边看顾、帮赞、同行。主耶稣基督，你听我的祈祷，将伊交托伫主耶稣基督你的圣手的中间，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马请咱三甲来用祝福差遣的诗，信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
愿上帝的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入倒。我愿上帝的赐咱平安，无论是咱在座的兄弟姊妹，以及伫咱网络来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守出平安，甲咱三甲伫地。上帝听，临到咱每一个人。